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早晨，師傅，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咁啊，今個禮拜我諗大家嘅其中一個重關注嘅焦點咧，就係星期三財政司司長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啦。咁就不過市場早前憧憬有啲刺激樓市嘅措施咧，就冇乜嘅落空。不過咧，從呢份財政預算案係咪能夠反映政府對未來香港房地產嗰個嘅取態同埋對樓市嘅前景有咩啟示呢？今日我哋就請嚟 Bricks and Mortar Management 嘅主席兼總裁黃振宇Eric 咧，同佢傾嘅。Eric 早晨啊 ，Eric 早晨 ，Eric 聽到嗎？聽到。好，好，係啊，咁啊想首先同你講聲恭喜發財啊！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咁咧就想問下你對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咧，喺整體土地政策同埋樓市措施方面，你認為係咪有回應到市民同埋業界嘅訴求呢？其實政府有佢自己嘅打算啦。我覺得咧整體嚟講係比較失望嘅。點解咧？其實政府都仲係當賣地係一個即係收入嘅主要嘅方法，而唔係將賣地作為一個整體擴容同埋增加市民嗰個整體需要嘅嗰個基建嘅一個角度去睇咧。所以你譬如話睇佢而家賣好多嘅即係扣起嗰啲商業用地去賣咧，係為咗嗰個將個價即係撐翻上嚟。而唔係話未來如果真係市民有或者係整體商業上需要有啲咩地嘅話咧，你要有一個持續性嘅一個供應喺度出現。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敗筆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公營房屋咧，仲係秉持咗特首嗰方面嗰個7:3嘅個比例咧，係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個方法，因為始終係咧。公營房屋最終就係令到大部分人咧就成為政府嘅租客，而或者係喺官僚管治之下先至入到門嘅嗰啲成為業主嘅。應該做嘅方法咧就將大部分嘅公營房屋咧推出私人市場，就算令到個樓價跌咗都好咧，其實對整體嘅嗰個負擔能力或者係未來長遠持有嘅嗰個持久性咧係更大幫助嘅。所以呢方面咧即係呢兩個即係大方向嚟講咧，我覺得政府係合格。我有一個跟進問題想問 Eric， 因為你頭先提到話見到今次嗰個預算案係扣起啲商業用地咧，就希望即係托翻高啲地價啦。咁你覺得呢一招會唔會有效先咧？有少少效，但係問題係政府嘅嗰個作為唯一嘅香港唯一嘅嗰個土地供應者咧，唔應該淨係及住個價。咁佢好大嘅算盤咧係打喺嗰個土地收益嗰度啦。咁但係咧問題係你如果係為咗香港長遠嘅嗰個經濟擴容咧，你一定要有一個可持續嘅供應喺度出現。咁嗰方面咧，政府亦都有好多嘢係為咗佢自己嘅小算盤。點為之小算盤咧？即係話佢淨係睇住寫字樓，或者淨係睇住鋪，有冇諗住未來嘅嗰個規劃咧？唔好搞到咁死啊！咁點解香港而家越嚟越碎片化，即係物業碎片化，就係每一樣嘢咧都係政府喺賣地章程入邊咧管得太死嘅。你如果諗翻過去40、50、60年前嗰陣時賣出嚟嘅呢啲地咧，全部係話總之係你做乜都得，即係可以商住混合又有。咁大陸呢方面亦都好多嘅。咁你嗰個土地嘅應用即刻就活咗，你唔使話為咗某一個細嘅板塊要撐起佢咧，就將全盤嘅整體嘅經濟咧就捆綁咗。呢方面咧，我覺得係未來需要做一個改革嘅方向。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頭先聽你咁講啦，就係會唔會政府嘅施政咧，而家係調整咗房地產喺香港經濟嘅定位咧？因為似乎就係冇即係聽你咁講，就係冇一個長遠嘅打算，而係一個好短每年咁樣去即係審視嘅一個行為，你認唔認同咧？其實兩方面都有嘅，佢有好長線嘅嗰啲公營房屋嘅供應嘅政策，但係嗰方面嗰個方向係錯嘅咯。因為最終一個政府應該做嘅係還
嗰個資產，還嗰個財富於民，要藏富於民，而唔係將所有嘅人變成政府嘅租戶。咁樣你表面上好似係提供咗一個福利，但係長線嚟講，唔單止人民冇佢嘅資產上增值嘅自由，亦都係令到咧佢係居住上樣樣嘢都睇住房委房協嗰啲咁嘅官僚嘅眼面去做任何嘢，其實係缺乏咗，即令到佢未來嘅經濟上嘅自由亦都走失咗。咁商業嗰方面，我亦都係講咗啦。其實而家好多，其實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全世界發展咗國家嘅嗰啲所有嘅土地咧，都係供應不足。點解係咁樣嘅嘢咧？就係太多條條框框，太多規劃上嘅各種繁文縟節，令到整體嘅土地供應缺乏咗靈活度，同埋能夠即係滿足市場嘅嗰個真正嘅需求嘅出現咯。嗱咁就或者我哋睇翻咧喺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前咧，就坊間同埋業界咧都有好多建議係俾財政司司長去參考嘅。例如咧就進一步將個住宅嘅印花稅100蚊個門檻咧由目前400萬調升到500萬，結果呢樣嘢就冇實現到啦。咁可能好多準買家都會失望嘅。咁喺財政預算案之前，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啲建議或者措施，你認為係應該要做咁，但係結果咧係冇做？因為頭先你提到咧，就我諗嗰啲改革嗰方面咧，就係一個比較長嘅藍圖嘅。但係如果一啲短中期政府可以做嘅嘢，你覺得係有啲咩咧？其實咧，短中長都可以做嘅大把。譬如我哋一直都喺度提議，亦都寫個文章有興趣嘅觀眾去睇下我哋嗰啲網上嗰啲文章咧，就其中一個咧，我係話其實香港應該係廢咗收入息稅呢樣嘢，因為而家連特朗普喺度講緊呢樣嘢嘅話，你可見咧一個咁大支出嘅一個大國都可以做到呢樣嘢，點解作為一個咁靈活嘅經濟體系，有咁多收入來源嘅一個中轉站，一個做世界嘅媒人嘅一個城市，唔能夠將佢嘅嗰個稅務嘅競爭力再提升咧？其實香港係絕對有能力廢咗入息稅，咁令到全世界所有嘅個人又好，企業又好，都會上嚟呢度落戶。嗰陣時你可以想像香港個繁榮係去得幾咁勁。咁另外一個嘢當然啦，就係非常之失望嘅咧，就係個政府嘅開支越嚟越大，而家直情係走入咗一個發債嘅嗰個上咗嗰個毒癮啊！你睇所有嘅西方國家，而家全部都係去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基本上係破產邊緣嘅地步。香港10年之前都仲係基本上係零發債。嗰陣時係一個優勢嚟㗎，而家講到好似香港追住啲先進國家一齊步入嗰啲債務危機咧，好似係仲喺度沾沾自喜咧，係一個非常之要不得嘅一個態度咯。我想仔細啲咁問，因為咧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就係本來好期待咧可以用部分嘅 MPF 咧嚟做買樓嘅首期，咁結果呢個政策就冇出現到啦。咁其實呢一個政策係咪唔可行啊？定係你都認為即係只要改變少少都係可行嘅咧？我覺得 MPF 咧其中一個可以學嘅方向咧，就跟美國學，即係話所有你嘅資產其實點樣去分佈咧係你嘅事，唔好將所有嘅人強迫金咁樣咧入咗嗰啲得基金經理賺大錢嘅嗰啲大嘅嗰啲基金入邊去買。有陣時咧，好大嘅成分嘅基金嗰方面咧，太多嗰啲跟住嗰啲短線嗰啲概念去炒股或者炒債嗰啲咁嘅情況咧，令到市民或者係供款嘅嗰啲辛苦打工嘅打工仔咧，係唔能夠真正嘅即係全面或者避險地咁樣去配置佢嘅資產。譬如話，如果你可以嘅話，點解唔去買足夠嘅金或者係買樓或者作其他嘅資產，或者虛擬資產，總之係夠數夠額嘅話咧，你其實應該都可以算係你其中一部分未來退休嘅嗰個資金咯。
嗱，阿 Eric 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公營房屋咧，7:3個比例咧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如果你睇翻今次嗰個財政預算案咧，就喺未來嗰個嘅公營房屋嘅供應咧，就財爺表示連同簡約公屋咧，香港未來5年咧，公營房屋嘅總體供應量咧，大概係196000個單位。咁就比本屆政府上任時候嘅5年期咧係增加超過80%嘅。咁但係同你頭先講話呢一個7:3比例唔係太好。咁你心目中覺得有冇一個比例係即係你心目中嘅比例咧？應該係19啦。點解咧？1成嘅公營房屋咧係可取嘅，因為實際上真係有好多嗰啲危機而導致需要接濟嘅嗰啲市民嘅嗰啲最低層嘅市民需要，或者真係有個人情味嘅情況係需要照顧嘅。但係你將另外而家香港大概5/3嘅嗰個市民，一係就住居屋，一係就住公屋嘅。咁呢個作為一個大政府已經做得太多啦，你仲要再將未來嗰個5/5嘅嗰個分配去到7/3嘅話咧，已經去到一個極度共產主義嘅一個地步咯。所以係對未來嗰個市民嘅嗰個經濟自由係好大嘅一個打壓。即係話未來你如果想買樓嘅話，只可以喺剩低個30%入邊買。咁即係變成買樓變成一個富人先至可以做嘅一個遊戲。窮人咧唔該你就住公屋居屋啦咁樣，其實係一個對嗰個整體社會和諧唔係一個好事嚟。係啊，我想接住你呢一個即係觀察咧，就講咁其實如果係咁嘅話，第時按你咁講，第時個私樓嘅供應咧就變相即係唔可以話越嚟越多或者越嚟越少咯，但係個比例咧就因為去咗7/3嗰度啊嘛，咁變咗。我譬如果要買私樓嘅話，其實我應該而家開始預期，我第時要多啲錢先可以買到而家咁嘅質素嘅私樓噶咯喎，會唔會啊？絕對係啊，因為咁當然啦，公營房屋嘅嗰個質素亦都喺度改善緊，但係始終真係爭咗。點解咧？政府始終係一起就數以10萬計嘅，你根本上好難，即係照顧到每一個人、每一個區、每一個樓層每一個方向嘅嗰啲嘅個體嘅嗰個需求或者係理想啦。但係你如果私樓一個發展商起一棟嘅話，你可以想像每一層每一個方向佢都度到係完全係迎合市場嘅話咧，呢個就已經係一個社會成本嘅即係減省啦。你即係好嘅好靚嘅嗰啲地段係咪應該變成呢啲即係大鍋飯嘅形式去提供供應咧？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嗰個私樓供應少咗咧，結果最終咧就係豪宅就越嚟越貴咁中下價咧，因為嗰邊咧冇人去起嘅，咁嗰邊都會開始貴，於是所有人就被逼入就去做公營房屋咯。咁呢個就係整體個成本就會上升嘅原因。Eric 都想問翻咧，因為大家都關注嗰個私樓嘅每年嘅供應咧，咁你哋行喺財政預算案公佈前，對於嗰個嘅嚟緊，譬如話3至5年嗰個每年嘅供應同好啦，而家公佈咗財政預算案之後，有冇做一啲任何嘅調整或者係微調咁樣咧？其實冇得調㗎，樓宇供應係好遠就睇得到嘅，所以政府暫時都未將未來嗰個比較細分嘅嗰啲數字公佈出嚟啦。咁但係基本上唔會變得太大嘅，咁政策上已經係基本上運行緊，所以未來嘅10萬幾個供應咧，繼續嗰個變幅都係好細嘅，但係咧點樣去即係發展商點樣推盤咧，反而係嗰個最重要嘅一個方面咯。咁你認為未來5年啦，嗰個落成量1.7萬個私營房屋嘅單位啦，咁對於樓價，即係今年香港嘅樓價嘅預測係點樣咧？可唔可以分一分細價樓同埋中價樓咁樣去做一個預判咧？其實咧
未來咁多年嘅供應咧係長線嘅嗰個價格會影響，短線之內咧我哋要睇外圍因素為主嘅，因為始終香港係外向經濟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睇翻打仗嗰方面、中美脫歐嗰方面同埋即係外國嘅國債開始爆煲呢3方面咧係最大會影響未來3年到啦香港嗰個經濟同埋樓市嘅嗰啲因素，所以唔好淨係睇住而家個小反彈咧，你就覺得可以湧入去，先睇定呢啲大因素會唔會導致譬如話台海又出事或者如果歐洲烏克蘭而家講和又講唔到結果可能導致下一步甚至歐洲經濟而家步入衰退呢啲咁嘅嘢，根本上冇人講嘅。而家大部分人講嘅咧就係有一堆外來嘅大陸人喺度買樓，所以就好正咁樣咁而家個短期嘅技術反彈咧，我覺得有機會第一季就完所以如果係即係要小心嘅話咧即係睇定啲先，唔好咁快衝出去咯。嗱呢度頭先你提到咧發展，即係未來嗰個供應嘅變幅咧就好細，主要咧就睇下發展商推樓嗰個嘅取態個態度係點樣樣。咁有一段時間我哋見到咧發展商可能因為個庫存問題咧推樓都好積極下嘅，開價亦都好進取咁從而咧就對二手市場帶嚟咗一個打壓或者衝擊咧。嚟緊你睇呢個情況會唔會有變化呢？短期咧，我覺得如果係國際形勢或者外圍嘅嗰啲息率唔係大家咁睇好嘅情況去運作嘅話咧，發展商會繼續會大量咁樣推出嚟嘅，所以要非常之小心，唔好就係即係其實發展商都係睇住個未來3年可以點樣去即係賣到樓嚟做自己嘅演算同埋未來嘅嗰個推盤嘅打算啦。咁如果未來嘅嗰個外圍環境係繼續惡化嘅話咧，我諗佢哋嘅主要嘅方向咧都會盡快推多啲盤出嚟咯。明白。咁咧我想問多條咧，就係關於互聯互通啊。咁目前咧就同內地研究緊加快落實，將房託基金即係 REITs 納入互聯互通。咁你認為呢件事對於香港嘅房地產市場有啲乜嘢影響呢？咁任何打通大陸啲資金出外或者係香港投入大陸嘅嗰啲嘅渠道嗰啲嘅都係好事嚟嘅。但係咧政府最緊要小心咧，就唔好話樣樣嘅優惠措施咧都傾向嗰啲大企業譬如話你覺得佢哋要減免咩印花稅或者減免咩入息稅嘅話咧，唔該你香港市民都同時得到同樣嘅對待，而唔係逼住嗰啲市民淨係可以買大機構可以買到嘅嗰啲嘢，即係去投嗰啲大機構嘅股票去買佢哋可以受惠嘅嗰啲資產咯。咁對，即係其實即係公平呢個原則係好緊要，唔好就忘記咗。嗱頭先 Eric 咧，你提到即係未來發展商咧，即係推樓嘅時候都係會着眼睇翻未來3年嗰個嘅外圍個環境去決定嗰個嘅推樓嘅政策咧，咁就可能都會係繼續係大量推出啲新樓。咁對樓價方面，你哋嘅預測，譬如今年或者係未來2-3年嗰個樓價預測，又係有咩預測呢？都係基本上因為個外圍債同埋嗰個經濟板塊碎片化嗰啲嘢咧，會導致基本上你冇可能會有一個低通脹嘅環境出現㗎啦。咁當然啦，香港亦都會受惠於個美元反彈或者繼續強勢嘅嗰個嘅轉勢呢樣嘢。所以咧就外圍嘅高通脹可能唔能夠100%轉入香港嘅。咁呢方面可能係其中一個好事嚟，即係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呢啲外圍嘅嗰啲因素會導致好多資金會流走於由啲而家係金融板塊嘅城市走向啲譬如話商品板塊嘅嗰啲嘅地域嘅即係譬如話
美國最典型嘅就係紐約同埋德薩斯州嘅嗰啲嗰個啲嗰兩個極端啦，即係金融走好嗰陣時，啲錢就去咗紐約商品走好嗰陣時，啲錢去咗德薩斯州。咁全球嚟講咧，未來都好大機會咧，就啲錢就會走向商品嘅嗰啲地域，而唔係走向嗰啲金融嗰啲地域。所以呢方面係一個值得留意嘅一樣嘢。同埋我有個問題想補問，就係關於個互聯互通咧，因為就係關於呢個房託基金係納入呢個互聯互通。理論上咧，即係話多咗嘅資金流入呢一個啲 REITs 啊，咁應該有助啲 REITs 去多咗資金去收購喺本地或者境外咧，去收購一啲嘅零售又好，寫字樓嘅物業又好。咁呢個對於即係可能嗰個百分比我唔知有幾多啦，即係個幫助大唔大咧？對於商業樓宇嗰個市場？少少幫助一定有嘅，但係啱啱講咗咧，而家係一個由金融資產走向商品資產嘅一個大循環，而家開始運作緊。所以就算未來要買嘅話咧，一啲即係越嚟越多嘅錢未必會走向好似香港倫敦或者紐約呢啲咁嘅地方嘅。咁呢個太大嘅一個企嚟做一個點樣影響香港嘅呢個，其實一個好細嘅一個投資方面嘅一個嘅一個政策改變啦。但係咧就少少嚟講實會有啲受惠，但係咧喺大環境之下，可能其實係杯水車薪。另外咧，我想問一問北都，因為咧其實財政司嗰個預算案咧，個北都嗰個著物咧都好多。咁北都亦都會起好多即係物業啦，即係包括一啲科技園啊咁樣樣。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係一啲好新嘅物業嚟㗎嘛。你點樣睇呢啲物業嘅即係可持有性啦，同埋個租務市場咧？其實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咧，呢啲完全唔新嘅，以前已經。總之有政府嗰陣時就出現過掹車邊追水尾嘅嗰啲情況出現。咁之前譬如話中藥港數碼港科學園全部已經做過無數次㗎啦。但係冇一次真真正正係令到嗰個土地係最大即係嗰個價值最大化。因為始終政府做咧，佢係慢咗市場好多拍嘅，所以其實。而家咁樣嘅做法咧，都仲有機會轉嗰個政策，就係唔好樣樣嘢100%行政主導。你不如批出嚟，好似我啱啱講過啦，不如唔好加任何嘅使用條款，你只要係非厭惡性嘅嘢，俾市場自己去計數，俾自己出價嚟同政府買算數啦。咁呢個係而家呢種太大嘅嗰種方向轉變嗰陣時咧，好容易做得好錯嘅一個政策嚟嘅。咁當然啦，發展北都係好事，即係開闊咗一個好大嘅一片土地。但係點樣去細分咧，就千祈唔好俾啲地政處嗰啲官員喺度主導，或者規劃處佢哋有佢嘅理想，但係佢哋好大機會咧係捉錯嗰個長線嘅方向咯。好，咁就今日唔該晒 Bricks and Mortar Management 主席兼總裁黃振宇 Eric 咧，同我哋即係分析咗呢個財政預算案究竟嚟緊譬如話需要未來個改革啦，要做啲咩啦，咁同埋樓價方面咧就嚟緊嗰個預測都同大家講咗啦。咁我哋休息下先啦。